在大雨当中，我们这时候能够平安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尤其今天我们祷告会在这个地方要领受神大大的祝福，我们要领受圣灵从天而来，大大的浇灌我们。阿们。让我们的心敞开，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声音，也献上我们的心。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口来称颂赞美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蒙福。今天晚上的时间，求圣灵自己运行带领。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歌颂，我们一起来赞美，起立，大声为我唱。Oh
作上有困难，但是神的恩典都会一直的供给我们，让我们足够的信心、勇气来突破一切。天父，我们非常需要你恩典引导。天父，我们非常需要来到你面前来接祷告。这是何等宝贵的时间！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渴慕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因为你名是全能，我们要在这里敬拜你。因为你名是全能，在你的手上凡事都能。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辛劳、我们的愁烦都交给你，因为你是全能主。当我们开口的时候，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就必成就。让
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谢谢你，他名是全能，他名是全能。我们一起来恭读上帝的话语。第一段在耶利米书3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疲乏的人，我使他饱饫；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第二段诗篇33篇18节，来，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而仰望他慈爱的人。第三段诗篇37篇第4节，请。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阿们。阿们。上帝的话在你我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准则。神是我们的依靠。透过这3段的经文，让我们明白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他是守约的神，而且是无限量的。他将他的爱恩典天天都赐福加给我们。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工作，所有的一切，神因着你信靠他，因着他的话，他保守你跟我。神必赐福我们，在每一件事情，在我们日子里面，事事平安。神的平安也会充满你心怀，让你喜乐满意。这时候，我们来为你的家庭成员，还有你的需要、个人等等来做祷告。我们可以看荧幕上的项目，你做祷告。让我们不惧怕与世，不受到任何的拦阻，来到圣殿与你亲近。我们欢喜有这个时间可以分别为圣，与你相会。邀请圣灵时刻与我们同行，特别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求神帮助，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有密室与你交通的精心时刻，在这个祷告省察自己、感谢与祈求的时间空间当中，与主有更多的对话，能体贴主的心意，明白主指示的方向，走进主你心意的道路，不被任何的诱惑捆绑，不被网络世界迷惑。求主更多的来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思意念，更炼净自己，有更多的纯全和主的心意。也帮助我们更多的为我们家庭的成员来祷告。主，你所设立的家庭是合一，是顺服的。恳求主兴起每个家庭有祷告的祭坛，为家庭内每个成员的日常需要、学业、工作、身体健康，
灵命成长，委身来祷告，更了为了我们的经济也向你献上恳求，使我们家庭的本质是健康的，成为邻里之间的好典范，也成为神国的代言人。求主也让我们在带领朋友来认识主的时候，有更多美好的见证，特别是为信主的家人，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担当起小基督的本色。求主改变我们，有服务的行为来为家人服侍，让家人改变对我们的眼光，成为那个生活实践者最好的典范。求主帮助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这个时候一起起立，我们来称颂耶和华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在神里面蒙这个福。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我
在以西结书18章的31节 A， 神的话这么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意。我们要远离所有的罪，我们要让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重新来建造一个新的心，还有一个灵。所以求神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罪，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坚固的营垒，我们有我们的自私、骄傲等等。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的罪。这个时候，我们开口，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祷告以及认罪悔改。知道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的思念，我们得罪的人，我们要在主的话语中，骄傲、有许许多多的固执的偏见，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因为我们的心是要不足，有罪捆绑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施下你的恩典，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缺乏，看见自己的不足。主啊，让圣灵的能力来亲自光照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忏悔，来去除，以及我们得到真正的洁净。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让我们认同在，你能力降落在当中，亲自扶持我们，让我们走向你的平安喜乐道路。你透过你的爱子和你的主宝血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圣灵，你光照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从生命的深处求圣灵来摧毁、洁净我们所有的那些污秽，让神你的生命重新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全然在你里面可以洁净。谢谢你无尽的恩典，谢谢你一直爱我们，直到永远。我们要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请坐。接下来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来做代祷。第一，我们为了教会的复兴，还有为了我们的国家以及一
起来做祷告。我们现在请在你的座位，你可以跟前面后面的你的座位邻近就好，3、4个一起来，为了我们教会的事工，为了国家，为了已经3、4个一组，好吗？3、4个一组。我们的政府官员能够善尽职责，让我们的经济更复苏，我们的社会更平安，百姓生活更和乐。求神让我们的国家，我们在台湾这个地区，大家平安跟喜乐。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赞美主的恩典的能力，浇灌在你的生命中，为我们国家祷告。新任总统让我们约长期团队有智慧，有政府官员善尽职责，经济复苏，平安社会平安，社会百姓生活和乐。让这些恩典把你们同在，让国家在有效的政府的领导之下，我们更加的经济更复苏，我们社会更平安，百姓生活更和乐。这个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他们社会更有平安，更有喜乐。感谢赞美你。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为全球的疫情跟灾难来祷告。有那么多人因为看不见的病毒，全世界、美国、欧洲、中国，很多人
因为这样子失去了生命。我们相对台湾有神的保守，我们的损失轻微，但是求神怜悯，让许多感染的病人得到医治，让世界所有的人类能够生活重新来建造，也让台湾有能力来帮助世界。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个疫情能够早日消除，我们百姓得平安跟健康。一起开口来祷告。还有上面主的恩典，给教会的帮助，给世界的帮助，来帮助到大家，来能力教会到全世界，让这个世界充满你的恩典。主啊，你赦免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早日发现有好的疫苗、好的医药，让我们变得更好，找到依靠跟信心。主啊，这些病人的医治，我们生活都要重新建造。我在我们台湾，因为有很好的经验以及美好的一个医疗的系统，让我们能够更有能力来帮助世界，让全世的人民能活在安典、在智慧当中。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到我们新任的总统已经就任，五院的院长，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的执政团队，求你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有智慧来领导这个国家，是依靠神给他们的智慧，是谦卑在你面前，让他们能够更敬畏主。主啊，让我们台湾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遇到许多的挑战，国外交的挑战，但是我们能够全民同心合一，让我们彼此百姓互相扶持，成为一个和谐的国家、民主的国家、有人权的国家。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这2天有很大的梅雨来临，尤其南台湾很多地方淹水。主啊，求你帮助保守，让我们能够平安来度过这个淹水的时刻，让我们重新得到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们也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你赐下医治，赐下平安，也赐下各国的政府有美好的防疫措施，让疫情早日的消逝。我们全世界的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也让我们更谦卑在你面前，知道我们人的渺小跟软弱，在你面前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同样的呼召来回应神，他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把自己献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主圣洁为众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忘记充满我的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路程，勇敢地向着摇篮直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为众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忘记充满我的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长子同工，或是我们的所有弟兄姐妹、所有的团队服侍，以及我们教会的从小朋友到长辈，所有的每一个人，我们为他们在这个富强教会里面成为属灵的一家人，我们为他们为了我们教会都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称颂感谢你，感谢你的信实彰显在你对我们的爱里，感谢你愿意舍命，用你的宝血救赎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并因着你的拯救工作，使我们与天父和好。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我们同心将富强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有不止息的大能，在每一个人的灵命上，或是在经济财务上，或是教会的聚会人数上，以及这个属灵大家庭的每一个人所有层面上，求神你亲自来建造你的教会。不管仇敌撒旦的伎俩如何抵挡教会，主啊，求你使富强教会在每一个方面都得胜有余。亲爱的主，我们祈求你的爱的灵充满在你儿女的心，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你的话来尽心尽力尽心来爱你。主啊，求你居住的同在引导富强教会，愿每个人每一个层面都有圣灵的运行，我们都经历你的爱，我们都经历你的同在，更经历你的能力，让你威严的荣耀充满富强教会，用你的灵的恩膏来高抹我们每一个人，赐福富强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祈求你的灵和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教会每一样任何的污秽，使教会都能够呈现主你的荣耀，都成为圣洁。天父上帝，我们将教会每一个人再一次的交在你的大能的手上，让每个人的生命、服事和家庭都蒙福，并能够长生在你里面，免受仇敌任何攻击。亲爱的主，谢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的带领，谢谢你让我们参与今天的聚会，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将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灵在神里面，让我们成为依靠磐石。神啊，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恭读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富强教会的宣告文。好，我们举起手来，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包裹在富强教会领悟者所有可以新人产业上面，差派天使保护我们，由圣灵光照富强教会，看见自己的过头，不容易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任何攻击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喜乐属天的能力与平安高抹在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帮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肢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好，我们请坐，把时间交给牧师。各位弟兄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安典时刻祷告会从上个礼拜就开始恢复实体的了那什么时候能够全年到齐，我们就继续祷告不过我们的代表团队已经做一个规划就是6月开始，我们就是由
每一个小组或是牧区开始来带领哈。那5月份都是我们这几位牧者团队哈，先来做示范哈。那期待我们邀请更多的人在礼拜5晚上一起来经历这个祷告的大能哈。那这2天有下很大的雨，请大家出入要小心，特别是骑机车了哈。有时候那个雨水光线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求主保守我们一切都平安哈。好，那等一下我们要进行小组哈，也许有的小组还不在这个时间，不过我们还有很多小组在我们的各个场地哈。这个礼拜天呢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哈，还有一位他们的一个就是那个他们的研究所的所长南莫和以信牧师哈，还要来正道，也来等于跟募款请大家一起互相邀请我们主日礼拜的一切的情况都恢复正常的运作除了大家继续戴口罩干洗手以及量体温，我们都希望能够很顺利，慢慢我们的会友大家恢复回来教会一起敬拜神也请大家彼此关心，彼此联络当然也有少数可能还有困难没办法来，但是我们也借着小组，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关心，让他们知道我们都一直在为他们做祷告，这样子好，祝大家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好的小组聚会，好，平安，谢谢。